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铁推出的全新的观光的列车明日号，今仔日第一届的献光，为台北的南港车站驶到花莲。这台得到国际设计大奖的火车，到底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呢？华视记者林生仪甲罗大伟讲互乡亲知。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我们就带您来看到，今天呢是明日号首发团前的暖身哦。现在在的这个呢是非常特殊的客厅车厢，在这里呢，您可以坐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。那么刚才我们是从南港站出发，现在已经快要到花莲了。在沿途的景点呢，这个列车长他们也会有一些介绍哦，有关于这个沿途的风光呢，都会有一些说明。而这一次呢，这个明日号特别的特色就是在于呢，它在跨年的时候将会有首发团在车上跨年。那么带你呢到太麻里去迎曙光，那么接下来呢还会在台东停留1个晚上。那一个人呢2天2夜，团费大概是3万块。不过现在推出之后呢，可以说是秒杀，100多个位置都已经销售一空了。接下来的过年团也是相当的让游客期待。以上是我们在明日号所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。